约翰福音第19章。后来，彼得多叫人带耶稣出去，用鞭甲伊拍。遐个兵用刺仔编一顶王冠，甲伊戴伫头壳顶，佮甲伊抹一领紫色的长袍。因挖去，对伊讲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然后甲伊扇喙呸。彼得多佮出来外面，对遐犹太人讲：“恁看，我带伊出来，互恁知我查袂出伊有罪。”耶稣就出来，戴刺仔的王冠，抹紫色的长袍。彼得多甲因讲：“看，这个人，这市长甲圣殿的警卫看到耶稣就大声喊：“甲伊钉十字架！甲伊钉十字架！”彼得多对因讲：“恁家己甲伊带去钉十字架，因为我查袂出伊有罪。”遐犹太人应讲：“阮有律法，照律法，伊应该死，因为伊奉家己做上帝的囝。”彼得多听到因安尼讲，就愈惊，伊搁入去总督府，问耶稣讲：“你对叨位来？”毋过耶稣无甲伊应。彼得多对伊讲：“你毋甲我讲哦，咸毋知我有权通放你，嘛有权甲你钉十字架。”耶稣应讲：“若毋是上帝赐你权柄，你无权通办我，因为安尼，甲我出卖互你迄个人，伊的罪搁较重。”彼得多听到这个话，愈想要放耶稣，毋过遐犹太人一直话讲：“你若放这个人，你就毋是罗马皇帝凯撒的朋友。无论什么人封家己做王，就是背叛凯撒。”彼得多听到这个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家己坐伫审判室，迄个所在叫做坡石地，希伯来话叫做加巴代。迄日是搬嫁罪的正日，时间差不多中昼。彼得多对遐个犹太人讲：“看，恁的王！”因就话讲：“互伊死，互伊死，甲伊钉十字架。”彼得多对因讲：“恁爱我将恁的王钉十字架哦？”这市长讲：“凯撒以外，我无王。”后来彼得多将耶稣交互因去钉十字架，因就甲耶稣压去。耶稣出来，背家己的十字架，来到迄个叫做头壳碗岭的所在，希伯来话叫做各各他。因伫遐甲耶稣钉伫十字架，以外有2个人甲伊做下定，一边一个，耶稣伫中央。彼得多写一块罪状，钉伫十字架顶，顶面写：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有真侪犹太人读到罪状，因为耶稣互人钉十字架的所在，外近耶路撒冷。佮罪状是用希伯来文、拉丁文、希腊文写的。犹太教的祭司长对彼得多讲：“毋通写犹太人的王，就写这个人家己讲，我是犹太人的王。”彼得多应讲：“我所写的已经写了，无要改。”遐个兵将耶稣钉十字架了后，摕伊的外袍分做4份，一人1份。因搁摕伊的内衫，这领内衫无甲抓，顶下积做一块。所以因参详讲：“这领莫拆开，咱来抽口看是啥人的。”这是要应验圣经的话。因分我的外袍，为着我的衫抽口。这个兵拄照安尼做。耶稣的老母，伊的阿姨，格罗巴的某玛利亚，甲抹大粒的玛利亚，拢徛伫耶稣的十字架边。耶稣看到伊的老母，
佮看到伊所听迄个门徒徛伫边仔，就对伊的老母讲：“阿母，看你的囝。”后来伊对迄个门徒讲：“看你的老母。”对迄时起，迄个门徒甲耶稣的老母接转去因兜。这个事以后，耶稣在一切代志已经完成，为着要应验圣经的话，就讲：“我喙焦。”伫遐有一个堆满酸酒的盘，因就用海绵浸酒，绑伫牛切草尾，拄到伊的喙。淡了后，耶稣讲：“完成啦！”讲了，头交落去，气就断。迄日是拜五，是避万日，因为隔日是特别的安息日。犹太人的领袖为着无爱伫安息日留心思伫十字架顶，就求彼拉多甲人降断受刑者的骹骨，通将心思收落来。遐个兵就去，将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头一个甲另外一个的骹骨降断。因来到耶稣遐，看到伊已经死，就无甲伊的骹骨降断。毋过有一个兵用枪插耶稣的肋下，随时有血甲水流出来。看到的人已经有作证，是要互恁嘛信，伊的见证是真实。伊知伊所讲的是事实，这个代志发生是要应验圣经的话。伊的骨连一支都袂降断。佮另外有一句经文讲：“因为仰望因用枪甲伊插的人。”这个代志了后，有一个阿里马太人约瑟求彼拉多准伊去收耶稣的遗体。伊因为惊犹太教中局，所以秘密做耶稣的门徒。彼拉多允准，约瑟就去收耶稣的遗体。搁前捌伫暗时去见耶稣迄个尼哥底母，嘛带约30公斤的木药，超沉香的香料来。因两人将耶稣的遗体收落来，照犹太人安葬的惯例，甲伊抹香料，搁用柚麻布甲伊包扎。耶稣顶十字架的所在有一区园，园内有一个也毋捌撞假人的神墓，因为迄日是拜五，是犹太人的避万日。墓搁无远，因就甲耶稣安葬伫遐。